法無寫呢部戲咧，我最後俾佢係7.8分，以戲論戲咧本身係值7.5分左右啦。另外我額外加多咗0.3分，專門係俾兩樣嘢嘅。第一樣係因為欣賞佢諗到呢個 high concept 嘅橋，同埋個劇本嘅完成度幾高㗎。第二樣嘢咧就係俾佢背後嗰套成熟到得人驚嘅美國電影工業嘅執行力啊！全面節奏咧係好緊張嘅，感官好刺激嘅，完全係值回票價喎。如果中意睇呢啲警匪片或者係類型片嘅觀眾咧，唔睇就係一種損失嚟嘅。而且真心提醒一句啊，千祈唔好中途離場喎，去個廁所啫，隨時會跟甩晒啲重要線索㗎。呢部戲表面睇落嚟咧係一部 B 級製作嘅類型片嚟嘅，成本感覺唔似係好似花2-3億嗰啲美金嘅 A 級大製作。但係佢最犀利嘅地方咧就係佢將一個簡單又直接嘅故仔咧拍成一部由頭到尾令你唞唔到氣嘅高壓爽片，而且係聰明嗰種爽喎，唔係冇腦亂嚟嗰種。以下提到嘅內容咧，預告其實都有帶到啦，所以我就唔當係劇透啦嚇。電影嘅核心咧嘅設定啊，好 high concept， 高概念嘅。未來嘅罪案失控，監獄爆晒棚，司法系統面臨崩潰啊！為咗阻嚇啲罪犯咧，人類將重案嘅審判權交俾 AI 啊！只要你被判定為重罪高機會率嘅嫌疑犯，就會被送去一個叫做寬恕法庭嘅極限審判系統，冇陪審團㗎，冇繁複嘅程序，你只有1個半鐘頭咧為自己辯護。一旦 AI 最終判定你有罪，當場執行死刑。呢個設定本身已經係超級勁㗎啦，但電影真正高明嘅地方咧，係佢將整件事咧拍成好似實時推進咁發展。男主角咧係一名資深嘅幹探，一直都好支持呢套 AI 嘅審判制度嘅，仲親手送過唔少犯人入嚟呢度添。結果咧，佢喺某一日走醒之後，發現自己被控謀殺老婆啊，直接變成被審判嘅人。最殘酷嘅係咧，所有證據都對佢不利喎。而佢偏偏仲有一段咧係醉酒斷咗片嘅記憶嘅空白，連佢自己都開始意志動搖，唔通真係我殺咗老婆？於是成部電影都變成一場主角被鎖住喺張犯人凳度辦案嘅極限推理。男主角幾乎喐都喐唔到，但佢可以調用 AI 揾到出嚟嘅龐大數據，任何人嘅影像記錄、通訊資料喺審判室入邊遠程查案。觀眾就跟住佢一層一層咁抽絲剝繭，睇住佢啲時間倒數之下咧，排除一個又一個可能性，反而自己嫌疑越嚟越大喎。呢種設計真係好聰明嘅，佢用審判嘅限制，反而創造出更大嘅故事張力。因為你唔可以離開張犯人凳啦，但主角係可以進入記憶、監控同現場重建嘅虛擬空間。成個審判室啊，好似被 LED 屏幕全面性36度包圍咁啊！你隨時可以走入唔同時間嘅現場，觀眾接收嘅資訊咧密度好高啊，但一啲都唔亂，反而越睇咧係越覺得過癮嘅。呢啲咧就唔係單一個編劇靈光一閃就做得到㗎，呢啲係成熟嘅電影工業體系喺背後嘅概念拆解、測試、打磨到節奏極精準嘅成果。1個鐘頭40分鐘啊，幾乎係冇過場戲，冇乜冷場啊。當然，電影係會有套路㗎啦，你大概估到主角最終會唔會死啦。但係佢勁咧就唔係勁喺個結局，而係喺個過程點樣玩到你心服口服啊！尤其最後幾分鐘，審判嘅時間好快到啦，男主角為咗繼續調動嗰啲資料咧嚟救屋企人咯，反而唔肯結束審判啊，等於咧就用佢自己條命嚟救飛去救屋企人。呢種道德同時間雙重壓迫嘅戲劇設計啊，非常之有效。主題嘅層面嗰度啦，其實都係有啲嘢講㗎。AI 審判表面係好理性、高效率、冇偏見，但佢只係相信概率、大數據同埋證據，唔信直覺而唔信人性嘅灰色地帶。當司法變咗係一個演算法，你嘅私隱啊、情感關係、人生創傷全部透明化，變成可以被查閲同計算嘅資料。哇！嗰種俾完全睇穿晒，但係又冇被真正理解嗰種恐怖感，電影係拍到出嚟喎。更有趣嘅係咧，佢冇簡單將 AI 塑造成邪惡嘅反派。AI 法官係由莉碧卡費格遜飾演嘅擬人化界面，一開始嗰時係極度冰冷嘅，但隨住劇情嘅發展，喺規則嘅框架裏頭咧，法官竟然慢慢出現類似人類嗰種理解嘅傾向。電影其實係講緊 AI 本身未必係邪惡嘅，真正立喺心腸
會令 AI 系統扭曲晒，達到自己要嘅結果嘅咧，始終係人類嘅操控同埋私心。呢一點令佢唔單止係一部爽片啦，而係帶住一個話題俾觀眾值得思考嘅爽片。呢部電影應該唔會令你感到流眼淚嘅，但係爽完之後咧，觀眾心入面咧會留低一個問題。如果有一日社會進步到審判你嘅唔係人係 AI， 係一套你無法溝通、冇情感交流嘅系統，你仲可以點做呢？演員方面，基斯帕特今次嘅表現比我預期好啊！佢唔需要演咩深度嘅文戲，但佢撐住咗一個逐漸崩潰又逼住自己冷靜思考嘅警探角色，令觀眾好容易代入。呢點係好關鍵嘅。利碧卡·費格遜嘅 AI 法官亦演得好妙喎，各種幾乎機械同情緒之間嘅細微變化，令觀眾對佢好有印象。動作場面亦冇因為成個戲困住喺審判室而偷工減料嘅。透過資料回放同遠程嘅追蹤，觀眾仍然咧係能夠身歷其境咁睇住飛人嘅警車喺度追兇啊，貨櫃車同警車喺公路追逐啊，同爆破嘅威脅嘅大場面，而且全部都係為劇情服務嘅，而唔係純粹嘥場面、嘥技術、嘥特技。總結嚟睇咧，《法無赦》咧係類型片入面相當出色嘅作品之一。佢係嗰種將類型片完成到推到極高水平嘅樣板啊！節奏準，概念厲害啦，娛樂性強，仲順手拋出一啲 AI 時代嘅隱憂俾大家談論嘅。